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
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新生活起。你所选之名，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拍掌，将有荣耀归给我们的上主。众臣们抬起头。众臣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众臣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向神说举手称颂。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主啊，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主啊，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拍掌，将你颂赞荣耀归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请坐。下首诗歌是荣耀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盛恩惠必从中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博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必从中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哈利路亚！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
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赞美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谢谢父神你。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领受父神你每天的慈爱与恩典，丰盛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赞美你，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知道今天是感恩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主你的感恩，因为主你天天将你丰盛够用的恩典赏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赏赐在我们个人，赏赐在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无论在事业，让我们在家庭，让我们在学业各方面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走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恳求父神你不只在看顾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向前迈进，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把主你的福音传播在我们的社区，传播到每一个地方。我们恳求父神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有这样的使命，让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来回应父神你的恩典。我们恳求父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主你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父神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时我们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若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一层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一层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现在把从你而来的都奉献给你，愿你悦纳，
也愿这个奉献成为祝福的器皿。愿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都被你带领，全然所用。孩子这样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好，请坐。好，报告。在报告以前，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啊。那我们来练2次哈，金句我们练2次来。以斯拉说：“愿上主，我的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他使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以斯拉记7章27节，再一次来。以斯拉说：“愿上主，我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使他的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以斯拉记7章27节。好，来我们看。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哈。首先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我们感谢上帝看顾及保守，也感谢每一位来分享上帝恩典的迦南人。2026年的周历已过，那我们周历呢？周历手册含的那个灵修笔记哈，我们开放预约弟兄姐妹，你如果要购买的话，请到那个49号那边来登记哈那我们大概在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发放了哈。好来要购买圣诞糕的也是在49号那边登记，登记到今天每个是20块钱，20块钱那你要赶快要记得到这个49号那边来购买好，那爱餐提供爱餐我们只是每个礼拜，如果弟兄姐妹你有用只是爱餐，你就知道哈，我们那个爱餐只是提供你有来做礼拜的弟兄姐妹，你敬拜以后，我们大家彼此来分享这个爱餐，每个人就是一份20块钱。我们希望说你不要多缴钱，然后带回家，好不好？因为有这样会变成我们的那个数量很难控制。数量很难控制，所以说每一个人，你如果等一下做完礼拜，你到那边用餐，你就拿一份，然后20块钱，这样我们的总务部的同工他们在整个在作业上面比较方便请大家来配合。好，那我们有一个松大讲座，11月26号的礼拜3的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解梦系列。记录梦，练习解梦，了解自己哈。我们请王荣义牧师来分享欢迎大家自由参加哈来。好，那12月20号的圣诞晚会，我们欢迎小组、牧区兴趣班来踊跃报名表演，名额有限，先报先审我们额满为止。这一次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控制那个时间，所以说不是每一个节目你。都可以来表演，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时间就没有办法掌控，那我们就限定在时间里面，大概抓，比如说15个节目，那你就要参加的团体你就尽快来报名这样我们比较好作业好，谢谢。好，来 A1 的初信造就班在下个礼拜6还有一次课程你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请你准时留意这个时间。好，2026的福音的业力本会及在额会员或是小组的组员，你每一户可以领取一份在我手上这一种你向小组长领取，或是说到那个49号那边他有一个名单你自己登记，那你就领一份。那如果你有房间，每个房间都要，或是说你有好几间房子，那你需要好几份，那我们每一份增购是100元。100元那你就到那边去购买那你就可以多带几份回去。原则上，教会就赠送每一户这一份你自己到那边登记就可以了OK。好，那我们现在要来颁发这个 A2 长大成熟班的课程结业典礼。我们在你的周报的里面的第二页有名单，有看到的弟兄姐妹你就上来好吗？自己上来，我们请牧师来颁奖。颁发那个结业证书来自己看在我们非常欢迎你上完 A1 的弟兄姐妹，你赶快。我们明年度3月份开始，我们就开 A2 的课程。
然后你上完 A1、A2 的课程，我们也是3月份开始，我们有开 A10的课程哦，A3的课程，所以我们欢迎每个弟兄姐妹啊，你能够来接受装备，接受造就。好，来我们拍个照哈。我们这个 A2 啊是在今年3月跟9月啊开了2梯次。好，那我们的 A2 总共会有8堂课，好，让我们分4次来上。好，所以在我们周报上面已经有第1梯跟第2梯总共有60几位已经来完成了。那我们也赠送这个结业的证书给他们，我们一起拍手来恭喜他们。好，那 A2 呢叫做长大成熟，好，就是呢不再是婴孩，而是要长大像成人啊。好，我们也为他们来祝福。好，请回，请坐。好，那我们现在接着再来颁发那个纪念品哦，就是你不是现任长职，你是志工，长期服侍在教会事工上面有5年以上，也是在周报第2页，你如果有名字有在上面的，欢迎你到台前来好吗？弟兄姐妹，你如果不是长职，然后你在教会服侍5年以上的志工在这个周报的第2页的上面有你的名字的，请你站到前面来好吗？我们要来感谢这些兄姐啊，他们不是现任或是当任的长老或执事但是他们却在教会长期的服侍没有间断，连续5年所以呢，他们帮了教会很多的忙大小事可以再过来一点，还有吗？你的名单有在第2页上面的，好，那我们来致赠一个小小的礼券好，来谢谢每一位服侍者，感谢你们，好，谢谢。好，那男生可能也要站在后面，还有吗？还有没有？你在名单上面自己看一下来。好，牧师来，可以。好，我们拍手来谢谢他们的服侍愿上帝来赐福。好，那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来，我们来首先是第1位彭新佩姐妹，她是刘秀梅姐妹介绍来的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彭新佩。美秀介绍的有来，刘美秀，拍谁？好，那我们来介绍第2位第2位是曹以欣，还有杜义珍，曹以欣跟杜义珍来，这个是张美惠姐妹的女儿跟女婿来，美惠张美惠姐妹的女儿跟女婿，我们来欢迎你，好嘞，那我们第4位是陈芳芳姐妹来，陈芳芳姐妹就跟这个邱显如弟兄在11月18日他们已经登记结婚了，11月18日登记结婚，我们给他们拍拍手来欢迎你。好，请坐，好，谢谢。好。那我们这有4位新的朋友，我们欢迎成为一家人每个礼拜我们都能够在圣殿里面与你们相聚好，来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旧约以斯拉记7章，上一页有来看以斯拉记7章的6到10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来。以斯拉是一位饱学之士，精通上主以色列上帝赐给摩西的法律，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赐福给以斯拉要求皇帝的每一件事，皇帝都准他。亚达薛西在位的第7年，以斯拉跟一群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动身回耶路撒冷，这群人包括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圣殿守卫和工人。他们离开巴比伦是正月初1，由于得到上帝的帮助，他们在5月初1
就到达耶路撒冷，并于上节。来，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并施行上主的法律，又把一切法律教导以色列人民。以上啊，今天牧师要给我们的信息是啊，荣耀的殿，荣耀神的殿，荣耀神的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恩节快乐。好，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感恩节快乐。Happy Thanksgiving，Happy Thanksgiving。好当我去到美国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感恩节在美国人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去的时候，孩子可以一个礼拜放5天，等于6日，一个礼拜不用去上学。后来缩短变成3天。但是呢，感恩节是他们一年当中一个节庆，那他们会有这个感恩节的火鸡，然后会有一堆的南瓜，然后呢会有很多的这些感恩的这些大餐，那他们最重要，他们还会献上感恩的礼物，那他们也会在那一年那个季节当中，会回去跟家人一起过节一起吃感恩节的晚餐，因为他们都住得非常的远，会很像是我们的过年，那。但是呢，他们会在感恩节的那一天，礼拜5、礼拜4，整天都没有营业所以我们有几次呢休假的时候是感恩节出去，那出去去国家公园，这沿路呢，所有的商店呢，只有那个汉堡有开，很多的店呢全部都没有开，都没有开。但是呢，他们发现呢，渐渐的发现感恩节呢这个时间太久了。他们要准备吃的，在家关太久，所以这个商人就想出一个叫做黑色星期五，就感恩节呢，大家吃饱喝饱睡饱之后呢，早上6点，就开始促销大拍卖，所以叫做 Black Friday， 就是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节。早上6点，我还真的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早上6点，哇，有这个圣诞红99 cent， 一盆才不到1块钱美金，印象很多，就是他们的促销。就呢，几年之后呢，发现美国人做生意说，从早上6点呢还太晚了，他们就变成怎样？晚上12点，晚上12点开卖。所以呢，大家感恩节大餐吃完8点、7点，就出去怎样排队，就到那个Best Buy Costco 到那大卖场的沃尔玛门口去排队，然后就排到晚上12点进去，哇，冲买电视买什么的，就变成是这个美国人的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节。后来这个中国呢也仿效，变成有什么双11的购物节。不过这双11变得很快到今年的双11已经都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每天都在 shopping， 每天都好像在过感恩节。但是感恩节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买促销的东西，也不是在买东西。感恩节是为了什么？感恩节呢，是因为400年前的这些5月花号，从英国的这些清教徒，他们可以说是改革中的信徒，他们要去到美国新大陆，在那边要来以上帝的话来过一个新的生活。但是他们去到那个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说，居然比他们在欧洲的日子天气还要冷那个下那个雪几乎是冰寒地冻他们受不了所以他们这一艘200多个人出发呢，光在船上还没有到达大陆就已经很多人生病，到达之后有很多人在那边冻死，或是没有食物吃。所以他们真的存活下来几十个人，再到了春天，然后他们认识了这个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就教他们怎么种那个在冬天不会被冻死的东西，然后到了怎么样储存可以存放到冬天的食物，包括火鸡啦，包括玉米包括这一些的，所以他们就学会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上像印第安人一样可以活几千年这样子生存下来。所以他们就会在每一年的这个 Thanksgiving 来献上感恩。所以感恩节呢，是一个彼此感恩，能够跟新的朋友分享的日子，而不是购物的节日跟你朋友旁边人说，感恩节是交新朋友的日子，感恩节是不是只有购物不是只有购物。好，让我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献上祷告。
亲爱的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一年即将要结束，新的一年也即将要到来，我们为许多的事来感恩，包括我们在这一年所认识的新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或是成为教会新的家人，我们相信都是神你所带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献上祝福，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一同的生活，也一起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面能够来荣耀见证你的名。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牧师要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以斯拉记第7章，和大家来分享以斯拉他所做非常重要，而且能够影响世世代代的这些的工作。在以斯拉呢，最重要就是在圣殿完成之后，他把圣殿的软体安装进去。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圣殿这个礼拜堂，只有这个空的外壳，但是呢，以斯拉呢，他就导入了软体，让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有一个对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是要讲到荣耀上帝之前，我想反问大家，在今天当中教会当中，什么事情不能够荣耀教会呢？我相信有很多的事情，大概大家都可以举出很多不荣耀教会的事情。但是可能大家会想到就是说在教会当中给教会坏名声，譬如说最近这个诈骗集团的首脑跟我的名字少了一个字，叫陈志，陈志。他呢，原来呢，他的形象是一个柬埔寨的慈善家，他捐了很多的钱给很多的学校，然后帮助了很多的孤儿，大家呢都非常的敬仰他，年纪轻轻的这么有钱，然后甚至呢，他在台湾是周杰伦的邻居，那一栋里面他就有了20几层20几间的房子，然后那个跑车全台唯一限量1台的也都在他名下，啪一堆。结果发现他是做什么起家的？诈骗集团。什么是诈骗集团？就像是蚊子一样吸人的血，像是吸血鬼一样吃人的肉他是专门在吸这些缺钱的、急着要钱的人，然后呢去吸他们的钱。多少钱呢？上面有一个数字，这个是2个礼拜前的数字，超过4857亿你要开一家台塑，也不一定有办法可以赚到4000多亿。他光骗的、诈骗来的，就可以有这么多钱。难怪这些车在他眼中根本不算什么。他在好几个国家，在很多的岛上，他都有置场，到处都有收集这些豪宅名车。这样的事情，他可能光鲜亮丽的外表，哇，这个人是个慈善家。可是当人家看到他的真相，知道他是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让这整个形象呢完全的崩坏所以包括台湾有一些集团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跟这些集团呢被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赶快划清界限因为如果被连结在一起大家是气这个诈骗集团气得要死。但是我觉得最不能荣耀上帝的事情呢，还包括你的信仰。你现在会在这边做礼拜，知道敬拜神，但是如果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会离开教会，不再祷告，不再读圣经，不再敬拜神呢？我曾经有举过在一个教会的一个承担过执事的，结果我要去探访他，因为呢他已经不是基督徒了，他改信了，改信什么呢？改信佛，改信佛，所以他在家里面吃素念佛，他还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你很难想象，人家会觉得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居然不要这位神，你还去改了另外一位佛。但是在我们所知的基督教界当中，这样的例子是非常的少，但是有可能发生。但是更不能荣耀神的事情是你的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荣耀上帝的形象，反映上帝的形象，就是要荣耀上帝。所以你的生命如果是为了赚取世界上的金钱，你的生命只是为了得到这世界上的物质，却不能够成就，那这样子是不能够荣耀神的。所以请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生命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生命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
以斯拉在那个年代当中，他扭转整个旧约圣经不好的形象。好，因为读旧约，好，从出埃及开始就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悖逆、背叛、拜偶像，神这么爱他，救他们，带他们过红海，他们居然进了迦南地，也不要神，忘了神，甚至还在出埃及的半路就吵着要回去，要吃肉，要吃西瓜，什么都有。好，然后呢，甚至还把自己的孩子，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孩子，拿去烧了，献给其他的神明。这些事情呢，好，都没有荣耀神，好，并且来玷污神的形象。所以以斯拉他推动了宗教改革，好，带出了宗教复兴呢。以斯拉把这个不荣耀神的事情变成荣耀的事情。总共有3批的被掳，也有3批的归回。以斯拉是属于第2批。第一批回来的有5万人，多还是少？好，在我们今天来看很多啊。但是呢，你要想象哦，好，他们从耶路撒冷去到巴比伦，在今天来看，就好像是从台湾这个小地方去到了美国，好，去那边发展。他们一开始是很不情愿的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却掳到巴比伦之后，发现，哎呀，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巴比伦有世界上7大建筑，包括空中花园，还有这个最伟大的建筑在那边。巴比伦还有非常好的数学，还有这个天文，还有很多的这些的新奇的知识。所以他们去那边学了之后呢，犹太人的头脑、数学突然都变好了。好，他们也会用数字来计算的。好，所以大家在那边呢，哇，脑筋都开窍了，好，生活都发达了。就好像今天你去了美国住之后，还会不会想要回来台湾？不晓得哈。但是呢，牧师曾经去美国啊，也很想继续留在那边，好，也办了这个绿卡，好，也办了绿卡，好，也要申请移民，好。但是呢，上帝的安排，让我把这个绿卡移民，好，后来通通都停了，好，都停了，而且把我带回来台湾。但是回来台湾之后，好，也不会觉得很难过，说啊，没有继续在美国，我觉得回在台湾好也很棒，好也感谢主。但是在你认识周遭，包括可能自己的亲人、亲戚或是孩子，他们去到美国的生活，很多都会去了，一去就怎样不回啊，回不来了。好，但他们就是那边就说回不去了，因为在那边的生活，好，的确好是一个非常优渥、好舒适的生活。可是以斯拉呢，好，他却承先启后，在所罗巴伯带了5万人回来重建圣殿，总共花了23年，中间还停工了15年，花了23年才把圣殿盖起来之后，可是里面敬拜的人不知道他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敬拜的人，而且中间还有一个空窗期，总共这个空白期有多长呢？58年啊，接近一甲子，60年。好像我们现在迦南才好不容易才60年，一个教会一个圣殿在那边58年，不晓得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以斯拉好出场。上帝给他的任务呢，是带来宗教改革复兴，重新好做灵命的复苏、灵命的建造。他花了多久的时间呢？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经的记载只有1年。1年后面之后做什么事情不晓得，但是这1年当中，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以斯拉记当中被记载下来。他如何让一群拜偶像，拜了数百年，从埃及开始拜到迦南地，被掳走了，但是呢，他却能够被掳归回之后，到今天2500多年，这些犹太人再也不拜偶像。他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本来只拜那个看得见的神明，拜天上的星，拜天上的太阳，但是改变到他们能够以上帝的话为中心，以上帝的话来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是以斯拉他所做的很大的一个贡献。以斯拉是在圣经当中一个默默无名，甚至不太出名，可是他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他的影子。包括我们今天读的以斯拉记，下礼拜读的尼希米记，还有我们去年8月读的历代志上下，都是以斯拉他所整理出来的。如果你读到这几卷书，你会发现这些书的作者实在是太无聊。刚开始的时候怎么这么多的族谱？但是当你越知道之后，发现
如果不是以斯拉整理这些资料，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多东西会有空白期，会有断片，你会没有办法承接起来。但以斯拉他就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好，所以有4件事情是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圣经让我们看见以斯拉如何带来宗教改革与复兴。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精通神的话，请大家说一次。我们一起来读7章6节，刚才读过，再来请大家读一次。以斯拉是一个饱学之士，精通上主以色列上帝颁给摩西的法律，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赐福给以斯拉，以斯拉要求皇帝的每一件事，皇帝都准他。精通在和本当中又翻成通达，这个意思它的字根就是很快。好，所以呢，你要问问题呢，问 Google 最快，好，现在问 AI 最快，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给你答案，而且是几乎是正确的答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大的资料库，很大的资料库。所以你要精通圣经，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精通圣经呢？啊，在以斯拉通达圣经当中，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熟知圣经，抓住重点，迅速的遇到的事情，按照圣经来做判断。在这边，好，牧师给大家4个建议，你要怎么样来精通神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从头读到尾，请大家说一次。很多人读圣经，特别在1年的开始，都会说：主啊，我今年要把圣经好好的来读圣经。从哪边开始呢？我就从创世纪来开始。很认真的读完创世纪之后呢，出埃及记看完10灾呢，过红海很棒。可是呢，到了20章好西乃之约好这个10诫之后呢，21章就开始读不下去了，越读越累。好，说这个出埃及记呢40章还没有读完，读到30章就卡在那边，结果就怎样出不来了。好，就永远留在出埃及记啊。这是很多人的写照，更何况说启示录呢？明年我们要读启示录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来读过启示录啊？但是呢，读圣经你要精通神的话啊，就是要从第1卷到最后1卷，要精通神的话。第二个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有好的读经计划。很多人读圣经没有计划啊，就好像他今天要吃什么没有计划，所以看到这个好吃我就买一点，等一下又经过这个也买一点，然后那个也不错又再买一点，没有计划的结果就怎样，什么都吃好，然后肚子就越来越大好，然后三高就越来越高。好的计划就是我今天3餐我有管理，我有计划，我要吃什么我知道，而且我有甚至呢，像牧师娘都会计算热量跟卡路里，他一天只能够有多少的卡路里，都在他的计划当中。所以我在旁边看他这样子贯彻执行呢，所以呢，是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他。如果我们读圣经也能够有一个计划，贯彻去执行，这会帮助你。而读精通神的话呢，还要抓住神的感动。上帝的话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参考书，或是一个你要准备读的书籍，是读完这个圣经之后，有没有什么话你要记在你的心中，是上帝要对你所说的。所以读圣经不是为别人读圣经，是神要对你说话。跟你旁边说，读圣经不是为别人读圣经，读圣经不是为别人读圣经，然后对他说是神要对你说话，是神要对你说话。所以你读了圣经，今天神对你说什么？请问我不好意思叫大家举手。你今天早上有参加共读，有参加灵修，然后你还记得神对你说什么话？记得吗？如果你记得，就是你有抓住神的话。如果现在问你想不出来，表示你没有抓住神的话。虽然你有读，虽然你有灵修，虽然你有听早上红兰姐的分享，但是呢，你却没有抓到上帝要对你所说的话。第4，读圣经要留下读经记录啊。什么是读经记录呢？譬如说，上一次你读以斯拉记是什么时候？不要说以斯拉好，或是我刚才说历代志。上一次你读历代志什么时候？我昨天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今年读的，后来我回去看我的记录，原来是去年读的，去年8月读的。如果你没有记录，我还以为是今年才刚读过的，结果没有想到说是1年多前读的。读经记录就是我的习惯是会在每一个圣经的开头的第1章第1节，就读。如果我是要整卷要读的话，我就会记这是今天是几月几号，
好，然后呢，我要读这一卷书。下一次再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啊，我曾经在几年几月几号有读过以斯拉，上帝为什么要赐福给他，以至于要以斯拉去要求皇帝的每一件事情，皇帝都说 OK。你知道这个皇帝不是只有赖清德这个 level， 他是波斯帝国的波斯皇帝，是横跨欧亚，快要到非洲到埃及的皇帝，等于是今天的美国总统。你不仅可以见他，而且你所要求的每一件事情都说 OK。这样的上帝的祝福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精通上帝的话。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精通上帝的话，上帝使你凡事都亨通。精通上帝的话，上帝使你凡事都亨通。好，你要去见市长，市长说 OK； 你要去见法官，法官说 OK； 你要去见总统，总统说 OK。安内好不好啊？当然嘛好啊。但是呢，没有这么简单啊！你一定要能够在皇帝的面前，让皇帝相信你。他一定要像约瑟一样，旧约创世纪的约瑟，他就是在埃及法老的面前办事精明，他一个美好的灵性在这里面，以至于埃及法老相信他，把整个埃及不管是金字塔的面狮身，不管是埃及的金银宝石，通通都可以让他放心的去管理。这是因为约瑟他一个美好的灵性在里面。我们教会也有读经计划，这读经计划就是按照我们的总会的每日新眼光。如果你一年的读圣经，你每天读4章，可以把圣经读完。但是你一天40节都读不完的，你有办法一天读4章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新眼光是3年把圣经读完1轮，大概每一天在1章多一点点，因为那个章有长有短的这个进度，让你在3年的时间可以有计划的把圣经好好的读完。所以邀请大家来参加每日的读经。你参加这个教会的每天的读经，你只要跟着3年，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完。当然你时间比较多，你可以很快的读完。但是呢，当你有好的计划，就可以让圣经从头读到尾。还要就是要抓住圣经当中的感动。第二个，以斯拉他精通神的话；第二就是他考究神的话。我们来读7章10节，请大家再读一次。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并实行上主的法律，又把一切法律条例教导以色列人民。这边讲到以斯拉，他不仅读，而且他专心研究。专心研究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他不断的去寻求、去寻找。他要找什么呢？圣经就已经在那边了，他还在去找圣经吗？不是，他要去找圣经里面的答案。为什么神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上帝要记载这些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记载这些亚伯拉罕、亚伯兰他们的事迹？就是为了他要去专心研究。所以以斯拉他用心的读神的话，他发现问题很多每一个地方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他都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把这些问题呢放在他的心中，而且呢专心研究去寻找。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你要怎么样去专心研究、去考究神的话呢？首先有几件事情，你可以多阅读不同的译本的圣经，像我们很常读的和合本，是1919年，就是106年前在上海翻译完成，里面很多的字都是100年前的人所用的语言。如果你今天用100年前所用的文字呢，其实你自己不用说意思，你连那个字都念不出来了。比如说约瑟去埃及籴粮，什么意思？买米。后来呢，他又去跳粮，做什么呢？卖米。你光这个什么叫籴粮，什么叫跳粮，你就不晓得了，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抓住明白圣经的意思。但是你读不同的圣经的版本，可以让你很清楚的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牧师讲道都用现代中文译本？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华文可以用的最新的圣经的翻译版本，是2019年才翻译出来的，所以可以让你用2019年21世纪的语言来明白圣经所要写的话。当然在和合本当中还是有很棒的圣经的翻译，但是你要去参考对照。
第二就是你可以参考解经的书籍或影片，过去大家都看注释书，现在大家喜欢上网听，但是不论你上网或是去买书回来看，你要对这些解经的人的背景要多了解。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他不一定会有教会的生活；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他不一定有生活的好的表现。就好像刚才那个慈善家，太子集团的这个总裁，人家以为他是一个慈善家，就他的背后居然是一个诈骗集团。而且第四个，考究神的话，最重要是要有圣灵的带领。好，请大家说一次圣灵的带领。以斯拉那个年代也没有注释书可以翻。他没有 YouTube 可以去听大卫包身，那他要怎么样去解经？他甚至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他要怎么样去把圣经搞懂、去寻求、去认识、研究神的话呢？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反复读经、祷告、祷告、读经、读经再祷告、祷告再读经。在他读经的过程当中，上帝的灵就会动工。就让以斯拉他能够所做的一切都亨通，皇帝都允许他。为什么皇帝要允许他呢？我相信以斯拉他有很好的读经的计划，他也是一个懂得计划的人。因为创世纪当中讲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是有计划的，是有次序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次序的，所以他读圣经当中，他就可以好好来认识这个上帝怎么样管理这个世界，让太阳。他安置太阳，安置月亮，安置星星，在这个穹苍当中，以至于呢，他能够来让这个所有的世界都能够 in order， 都能够上轨道。所以在我们的刚才报告当中，教会的周历手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张表。这张表呢，就是每个月的计划。可以让我在这一章当中呢，可以让每一个月当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月当中，你要办的事情都在这些上面，你要见的人、要开的会、要做的事情，甚至旁边有目标，那在我们教会的周历手册会有这个月生日的弟兄姐妹的生日也会在那边，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手册呢，能够来提醒来祝福我们生日姐妹、弟兄姐妹生日快乐。以斯拉他读神的话，以至于他做事情有计划。你看他在收集历代志的这些族谱和名单，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闷热但是可能同工的冷气帮我们稍微调冷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天气这个开始又变好又变热，所以有时候在里面容易闷热，我们这边又都没有窗户，所以这个二氧化碳就会容易变高以斯拉他在那个在这个年代当中，他因为做事情有计划，是他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以至于他办事精明，所以上帝祝福他，让他在王的面前能够得到亨通。第三，以斯拉让我们学习就是他实行神的话。我们再来读7章10节，请。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并实行上主的法律，又把一切法律条例教导以色列人民。所以以斯拉他不仅精通，他还研究，他还实行。怎么实行呢？他的意思呢？希伯来文就是他去把上帝的话做出来。他不是只有眼睛看见，或是嘴巴读、耳朵听，他还去把上帝的话怎么样去表现出来。你怎么样去表现出施比受更有福？你怎么样去表现出爱人如己？你怎么样去表现出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呢？就是你要去做。所以表现出来神的话就是实行。牧师也给大家4个建议。你要实行神的话，你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你要让上帝的话就是种子撒在什么地方？好土里面。上帝的话你听了走了之后就忘记了，就是撒在石头上。上帝的话你听了可是你没有放在心上，那就是撒在路旁被飞鸟啄去吃。上帝的话你读了，可是呢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起不了作用，被荆棘掐住了，就是撒在荆棘里面。唯有你要先把所有的障碍通通都除去，让你的心变成好土，
让上帝的话一听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就 yes， 没有错，上帝你所说的，我仆人静听，我愿意去做，像小撒母耳一样，我愿意去回应，这就是撒在好土里面。第二个，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领受的心态，这是今天上帝要对我所说的话，这是今天上帝要给我宝贵的应许，你就要去抓住。第三，你知道这是上帝要给你的话，听到就要去行道，听到不去行道，你可以骗得了自己，却骗不了上帝，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诈骗集团可以骗很多的人，骗很多的钱，可是最后当他被显露出来，大家通通知道这就是诈骗集团。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读上帝的话，也要不要做表面的功夫，你要从心里面去领受上帝的话。在今年的1月份，牧师鼓励大家练习来写灵修笔记，还记得吗？我不晓得到现在11月份23号，今年快要结束，还有多少弟兄姐妹你还有继续在写灵修日记，或是你已经养成灵修日记的习惯。灵修日记或是灵修笔记有5件事情。第一个是要读经文，第二件事情是要什么？挑金句。第三件事情是要写什么？写感受。第4件事情叫做今日事，就是你要计划。第5件事情今日必，就是要祷告。你要把上帝的话要把它行出来，就是你要让你的心有一个好土，让上帝的话进入到你的心中，然后它可以井然有序，不会等到关键时刻要把上帝的话用出来的时候呢，你觉得最后就放弃了。我本来准备好今年明年要好好的来奉献，我要努力的赚钱，要奉献给神，结果你也去努力的赚钱，你也去努力的存钱，到了真正关键时刻要奉献的那一天，说我还是下个月再奉献好了，打退堂鼓了。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把上帝的话实行出来，是功亏一篑，是做白工啊。所以要实行上帝的话，就是要从每日的灵修开始，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们。以斯拉最后还有教导神的话，7章10节，我们已经读3次了，再读最后一次。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并实行上主的法律，又把一切法律条例教导以色列人民。好，先到这边。以斯拉他怎么样去教圣经呢？很多人说教圣经我不会呢。以斯拉他的身份是11节，他是一个祭司他还是一个经学专家。在圣经当中，祭司是祭司，经学专家就是文士是文士，法利赛人也是经学专家文士的一部分。祭司跟法利赛人几乎是分开的，可是他是2合一。他主要的身份是祭司，就是要献祭，要敬拜神，是利未人的后代，是亚伦的后代。但是一方面他又紧紧抓住上帝的话不放手，就算他要去圣殿服侍，他还是带着上帝的话，即便不能带在口袋当中，他在他的心中，所以他能够成为经学专家。但是以斯拉他几乎是在波斯或是在巴比伦出生长大，因为他们已经被掳80年了。以斯拉这时候可能还不到50岁，可是他在国外长大的日子，让他还能够依然保有耶路撒冷圣经神的话，可见他的父母亲下了多大的功夫教导他上帝的话非常的重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花多大的功夫教导你的孩子圣经有多么重要呢？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能够看重敬重上帝的话，以至于上帝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像小撒母耳一样说上帝请说，仆人静听，我在这边专心来听上帝要说的话呢？很多的父母亲自己都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怎么样去要求或是帮助他的孩子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牧师也鼓励你，特别是做父母亲的，你要自己能够养成读经的习惯，不仅是为你自己这一代，
也是为你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一代可以带来祝福。阿们。所以让读圣经成为你们全家的祝福。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让读圣经成为你家族的祝福，让读圣经成为你家族的祝福。以斯拉得到他父母亲的祝福，虽然他在国外长大，他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的圣殿长个什么样子，可是他却因为学习圣经，读了圣经的话，他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他也整理出了所有的重点，所以他回来，他又在皇帝的面前的表现，让波斯皇帝答应他，你要钱，你要东西，你要什么，通通都可以带去。所以以斯拉刚才讲，所罗巴伯带了5万人，以斯拉带了多少人？不是50万人，只有1500个人，只有1500个这些人，男丁20岁以上的，可能有一些是家属，可能有一些还会有其他人，也不过几千人。在过了80年之后，愿意回来的人又更少了，又更少。80年前还有5万人愿意回来，80年后他能够找到只有1500个人。这1500个人里面，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只有38个利未人，只有38个人。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用上帝的话来教导这1500个人，让这1500个人可以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怎么开始？第一个就是跟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分享。所以你不用等到你要读神学院毕业，不用等到你要成为一个讲师才可以去教导圣经，你要成为一个长老执事才可以去分享圣经。只要你问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他说没有，他太好了，我可以教你读圣经。我告诉你，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圣经有66卷书，大家都知道。圣经有旧约和新约，你这样开始就怎样，在教导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呢，还要你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你读圣经会不会遇到问题？你有没有去找答案？你有没有找到你要的答案？你要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如果答不了的话，你去教别人，最后就会怎样？大家就卡在那边。所以你要练习你怎么样从圣经当中的问题来找答案。第三，找答案就是要多看、多听、多比较、多分析。第四，你要让上帝的话应用在你的生活，成为你生活当中的日常。这是今天上主要对我说的话，我怎么样在今天可以用出来、活出来呢？今天的金句，我可以怎么样在用出来、活出来，在我的一天当中呢？就是把神的话跟你的生活连结在一起。在我们在读读提多书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邀请长职来共读啊。这些长职他们在分享共读的时候呢，牧师每一天呢都很期待听到这些长职他们的分享。而且呢，不仅是期待，当我听了他们的分享之后呢，我也感到非常的惊艳，还有惊讶，说哇，这些长职他们的分享不会输给牧师他们的准备呢真的是非常用心的。甚至呢还有去问了一位说，你这个真的讲得好好，你总共录了几次？他说他录了5次，录了5次，牧师最多也不过录2次，他们就录了5次，大家是这样用心的在准备，所以听的人就可以享受在他们怎么样去把圣经融会贯通分享出来。精通神的话教导神的话，就是你要愿意去分享，你自己要先能够精通，你自己先能够学习，而这会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祝福。牧师是从疫情2019年的时候，应该算是2020年 COVID-19 疫情的时候，整个教会停止聚会，连出门都不能出门。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都是不能出门。所以要出门就有管制，那个没有像台湾这么严，但是你出门感觉出去就被传染就没命，没命就回不了台湾。所以那时候呢，就跟上帝祷告说，我一定要活着把我的全家人带回台湾呢。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祷告。但是在那段期间呢，也发现说，哎呀，
这个疫情当中大家不能聚会，我们总是要找一个事情来做吧。好，所以在疫情的大概是第3、第4天，好，就某个礼拜一，好，某个礼拜一，我们就开始了，好，每天读经，好，就邀请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线上来读圣经，从诗篇第1篇，好，然后呢读到疫情结束，想说读到150篇，疫情就可以结束了。就诗篇读完了，箴言也读完了，好，疫情还没有结束，好，而且呢，好，读到牧师都回到台湾，但是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发现说，哇，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回应就是说，他们在读圣经的这段期间，是他们当基督徒这么久以来，好，都没有经历过的，好，这是一种喜乐，就是每一天一起读上帝的话，每一天用上帝的话，好，然后读，大家读。啊，因为那时候疫情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分享，大家也不用出门去上班，好，分享完之后再祷告，好，然后还会再唱个诗歌，好，然后这样结束，大家觉得每一天都这样非常的充实啊，所以这也是啊成就牧师的啊我的一个服事的动力，就是啊为什么牧师好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好要带领大家读圣经，因为当你参加了，当你上了这一台读经的车之后。这会成为你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上车，或是你还在旁边观望，好，你还在旁边看别人，好，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话，好，要把圣经要从头读到尾，好，你要有办法，你要有计划，要有方法，所以你要订阅迦南教会的 YouTube， 好，每天早上6点，好，你打开 YouTube， 它就会跑到你的最前面，你只要点下去，就开始有人会念圣经，好，讲圣经给你听，至少成为你这一天灵修的开始啊。人对了，事就成了。以斯拉成为一个对的人，以至于他所做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来讲，非常的困难。我光去想，他要把这个历代志上下的族谱，从亚当生谁。到历代好，这个以斯拉好，这样至少过了30-40代，这么长的族谱，他去哪里生这么多的资料出来？这么复杂的名单，他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用那个时代的人或是后代的人可以了解的方式呢？刚才说教导神的话，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荒漠甘泉》，这是谁写的？考门夫人。为什么考门夫人会写一本《荒漠甘泉》呢？这就是她每一天的灵修的笔记，她就是用这样灵修笔记的功夫，结果呢，居然变成了后代的人，好，这些的灵修书籍，帮助多多少少的人。他不用他那一辈子的时间，甚至他死了之后，他所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还在帮助我们。而我们今天读到的以斯拉记，搞不好就是以斯拉那个年代他自己的灵修记录、灵修笔记。我们今天读到的历代志，搞不好就是他读了摩西的律法书之后，他所整理出来的资料和内容，结果居然变成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包括我们读的诗篇的第1篇，这个不走罪人的路，不占罪人的做亵慢人的位。为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一篇是谁写的？圣经学者说是以斯拉写的，我也相信是以斯拉写的，因为他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见证以斯拉他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以斯拉的前面有2个先知，哈该、撒迦利亚，后面是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之后，再也没有先知400年。到耶稣人问说：“耶稣，你是先知吗？”耶稣说：“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没有先知，没有先知，让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有圣经。以斯拉做了什么工作？他把原来的圣经只有旧约创出利民生。后来他整理了诗篇，他把大卫的、所罗门的，还有这些的这个诗班的诗，他也把它整理出来。然后他整理了智慧书，他整理了很多宗教信仰有关的这些言行记录，包括他自己写的，变成了旧约39卷，几乎有30几卷，都经过以斯拉文士的整理。
他的工作就是教导这些的百姓，把圣经、上帝的话读、再读、再读。你们就不需要先知了。当你好好的读上帝的话，上帝要说的、要做的事情都在这里面的。所以他精通神的话，就是他有一个 skill。然后他考究神的话，英文圣经说他 seek 去寻求答案。第三，他遵行神的话，就是他去 to do， 他把上帝的话做出来。他教导神的话，就是 to teach， 他教导上帝的话。这4件事情让以斯拉成为对的人。当你成为对的人，你的事情就对了，你的事情就成就了。你会就像以斯拉一样，上帝会让贵人在你的身边为你来开门，为你来开路。这礼拜我们要继续读尼希米。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皇帝的面前也是一样，因为有以斯拉教导他读的圣经，他能够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王的纠正，能够在王的面前得到王的允许，52天来重修城墙。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那时候的文士，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读圣经的方法大概是长这样子。就他们读圣经，他们大概是要用书卷，一卷一卷，有人在前面念，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 LINE 传给大家，他也没有办法用印刷印给大家，就是大家坐在那边，有一个人在前面念圣经，其他人坐在旁边听，听了之后呢，念一段，他们就会回应一段，大家然后就会有文士，会有拉比在那边来教导圣经，解释这个圣经的意思。而这个传统呢，大概就是从以斯拉的时代400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教导神的话，所以让他们能够成为祝福，能够在每个时代当中，有多少人要来灭掉犹太人，有多少的国家要来消灭以色列，有多少人看犹太人不顺眼，以色列人不顺眼，但是他们反而越在打压，越在压迫逼迫当中，他们越强盛，他们越强大，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越大，因为人对了，事就成了。我们要荣耀神的殿，我们要有技巧，我们要寻求，我们要去实行，我们要去教导，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年井然有序。以斯拉记的7章27节，今天的金句，以斯拉说：愿上主，我们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为什么呢？红色字我们一起来读，他使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在这边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再一次恢复了荣耀，不仅是把外面建筑都盖好了，连在里面服侍的利未人都安排好了，而且每个敬拜上帝的人，他们都是听从上帝的话，正确的态度在那边敬拜神，不是来这边做礼拜在打瞌睡，不是在这做礼拜来拿奖品，不是在这边做礼拜为了吃爱餐，不是，他们是因为回应上帝的话，带着奉献，带着礼物，所以才能够让上帝的殿得着荣耀。而以斯拉他自己说，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恩典使我赢得皇帝他的参谋们以及他一切有权势的官员们的赞助。上主，我的上帝赐给我勇气，使我能召很多以色列宗族的领袖跟我一道回去。这里出现的我很少在圣经看到的字叫做赞助，但是这是我们今天会用的，所以我们的新的圣经的翻译就把这个字用出来了。皇帝赞助他，参谋们赞助他，有钱有权势的官员们也赞助他。他怎么带1500个20岁以上的男丁，包括他们可能有结婚娶老婆还有孩子，6、7千人要回来走4个月，在路上不会饿死，在路上不会被野狼攻击，在路上不会被敌人打死。谁要赞助他们？皇帝赞助他们。这一趟野外旅行走了4个月，他们才回到耶路撒冷回去做礼拜。但是一开始我刚才有讲，有多少人愿意回去？有多少人愿意去？少之又少。在巴比伦
好，可以学数学，可以学星座，可以看天象，好，还可以兼算命，还可以赚美金，好，多好！谁要回去？但是以斯拉，好，他用上帝给他的感动，召集了一群人，愿意人跟他回去，让上帝的殿过了80年后，不会在那边拐棒。什么叫拐棒？啊，就是关蚊子，啊，而是在上帝的殿又再次活过来。有人在这边做礼拜，有人在这边服侍，有人在这边担任各样的职务，让上帝的殿活过来。赞助这个字，好我要引用赞助这个字哦，好，来特别来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好，在2个礼拜前，好，牧师有来邀请弟兄姐妹们，好，能够来为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的急难救助金来募款哦。好，那过了2个礼拜呢，好，到前天呢。总共收到有37笔，31笔，好，总共有31笔的奉献，好，然后刚好已经达到了5万块，好，过了10万块的门槛哦，啊，但是牧师还是要继续邀请，好，需要在50位的赞助者，每一个人愿意为急难家庭来捐1000元哦，好，刚才我有了解一下，好，我们的竹珍他在南门市场上班，他说到现在呢，南门市场也还没有电好，电还没来，好，所以他的上班只能够做部分的时间呐，好，所以从南门市场失火到现在已经快要3个礼拜了，好，2个多礼拜过去，半个多月了，好，很多人对他们很多人工作生活来讲受到影响，而我们的教会也已经透过这样子，好，来帮助5个在南门市场上班的人，已经申请了急难救助金。好，最多的有2万多块，好，最多的有申请到2万多块，2万多块，好，这5个这样乘起来，好，可能这次牧师募款的，可能也都还不够，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台湾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有多少的人，有多少个急难家庭，南门市场只不过是这个冰山的一角而已，可是有的人可能是车祸。有人可能是意外，有人可能是失业，有可能是失能，他可能遇到生活当中比这个市场的火灾所遇到的。如果你愿意，好，能够用一次小小的1000块，好，你的1000块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爱心，帮助到这些急难的弟兄家庭身上，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照顾在穷苦当中的孤儿和寡妇。好，你要在你有粮食的话呢，你就要分给人，好，你不要吝啬，好，上帝不是上帝，好，我们的政府普发1万块，好，你是否愿意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好，来去帮助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呢？这个去募款呢，好的方式呢，就是有38位，好，每一年38位，他们每个人都要去募10万块钱，然后他们自己要缴报名费，然后他们自己要参加，好，自主。这个脚踏车的练习，好，要在15天要骑1300公里，好，然后到台湾的许多的乡镇，好，去用实际的行动，去把上帝的爱、祝福或是福音好消息，啊，去与人来分享，好，今年是牧师第3次来参加这样的环岛的募款行动啊，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啊，就是不仅是透过这样子，好，而且呢也能够像这是我们昨天去骑从新庄骑到石门水库，好，龙潭，再来回80公里的照片呢。骑回来之后，发现我的脖子好硬哦，因为这个手一直撑着脖子这个太久没有骑车，前面下雨，脖子回来变很硬。但是呢，在这样的募款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信仰能够化为行动啊。好，所以在这个礼拜的小组当中，你可以来分享一件您认为在教会当中最能够荣耀神的事情，或是以斯拉他怎么样用上帝的话来推动宗教改革，而在我们教会，像马丁路德也是用上帝的话来推动带领宗教改革。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来读圣经，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再一次兴起新的宗教改革，让我们每次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预备好自己，用心灵和诚实，不是两手空空、头脑空空，就只是来坐在这边做礼拜，不是，是你做了某些事情而来做礼拜，是 to do， 不是 to sit， 坐在那边做礼拜。
而是你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盼望我们的每一天的灵修都能够成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精通神的话，也盼望我们自己都能够成为教导上帝话语的人，去与人来分享。在你的身边还有很多对圣经是一窍不通的人，你可以很容易的跟他来分享圣经。愿上帝的话语能够长长久久。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有许多的圣经，让我们能够祝福在一个宗教自由开放的国家，让我们的台湾的圣经公会能够翻译许多最新的圣经，用不同的语言帮助不同的族群都能够准确、精确、正确来认识神的话。求你赐福我们在今年甚至到明年，让我们透过每日的灵修读经和祷告，让我们能够操练灵修笔记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带来迦南教会宗教改革与复兴，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你的荣耀的呼召，也让迦南教会能够使上帝得着荣耀，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圣灵来垂听帮助。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心里充满我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用你的全人，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是的，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再一次说，我要跟随，跟随。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我们的手说，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闭上我们的眼睛，说，主耶稣，我要跟随你。跟随耶
最终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生一世用全心全人来敬拜的神。求你指教我们你的话，指教我们当行的路，用你的圣经宝贵的话语引领我们的人生，走在神你所喜悦路上。也使用我们能够用神的话来带来宗教的改革、教会的复兴，让迦南教会接下来的10年能够走在复兴、能够走在改革当中，能够让上帝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器皿，能够使神的殿得着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同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一生一世都能够荣耀神的殿，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拍掌，将荣耀给我们上主。今天聚会到这边为止，弟兄姐妹请帮忙收一下椅子，谢谢。